你可以三心二意的。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龜仙人頻道啊！今日介紹一間喺羅湖嘅新派水會——深圳奇玉城市湯泉啊！呢間水會嘅交通係非常方便啦，就喺地鐵站2號線湖北站 A 出口，哇！一出嚟就係啦，過嚟見到大門口，好有日本 feel 啊！作為一間舊年啱啱開嘅水會呢，環境方面自然無話可說啦，連個前台大堂都非常之有設計感啊！大家通過鏡頭可以睇到，都算係本頻道目前為止介紹過最好環境嘅水會啦。咁大堂門口呢度都有知名價錢嘅，咁大家可以睇睇，158蚊就可以享受前日嘅浴票同埋2餐自助餐同啲免費飲品啦。咁同時咧，你喺呢度消費項目如果達到158蚊咧，仲可以免浴票喎。咁項目方面價錢大家可以睇到都係非常之實惠嘅，不過都係要額外俾消費嘅，最低嘅費用係60蚊啦。咁過夜方面都有寫明嘅，禮拜5、6按摩4個鐘咧就可以免費過夜啦。咁其他時間咧大家可以睇翻。經過呢個咁靚嘅樓梯上到嚟咧，就見到好靚嘅吧台啊！換洗區嘅環境大家睇下，儲物櫃區一轉出嚟，哇，金碧輝煌啦！唔係有一種海邊度假風嘅5星級酒店，唔係奢華嗰種格調啦，但係好新淨，泡廚都有好幾個。喺泡池呢邊泡完呢，即時連接面就可以有個乾蒸房啦。咁設備方面都係應有盡有嘅。淋浴區呢，有浴簾同埋多種水療噴頭。換洗完啱好撞正自助餐時間，呢度係自助餐供應時間有寫明嘅，大家可以留意翻。如果大家想喺呢度叫外賣嘅話，係要另外再收20蚊嘅服務費喎。睇下有啲咩食先。係咪我遲咗呢？而家得返炒青椒、豬腳同埋啲蝦啫喎。自助餐方面就中規中矩啦，唔算太豐富，不過都夠厚啦。但係佢啲就餐區就比較靚仔，除咗畫面，大家仲有見到窗口側邊有啲卡位嘅。咁佢嘅水果擺設同埋飲品雪櫃都好似超市咁喎。啲水果睇到都想直接上手攞去咬啊！你都可以揀啲水果去吧台，跟住叫工作人員幫手切嘅。咁飲品方面種類都好多啊，市面上見到嘅多數都有，要嘅話可以直接攞。離開飲食區域呢邊就有大堂按摩區啦。呢個區域呢就冇乜大別，但係喺側邊就有好多休閒嘅區域啦。呢度可以放鬆下，仲有電競房啦，幾位朋友喺度對戰緊啊，唔好打攪佢啦。除咗電競房，仲有 PS5 嘅遊戲室喎，太空艙嘅瞓覺區啦，電影室同埋 KTV。其實介紹到呢度都可以見到新派水會同老牌水會係有好明顯嘅差別㗎。老牌水會最主要係情懷啦，咁新派水會可以提供到更多嘅休閒娛樂嘅地方。好啦，介紹咁多硬件設備，梗係就嚟到軟件啦。軟件部分當然就係技師啲質素如何啦。平時怎麼稱呼你？除了5個5。叫我小琴啊。小琴。鋼琴的琴。你幹嘛？我不幹嘛呀。你按摩是這麼按的嗎？就這樣子坐人家大腿上按的嗎？我覺得這樣子有溫度啦。我是覺得熱熱的。有沒有人說你的眼神很殺人？沒有。沒有嗎？就說漂亮。你來這裡多久了？10多天了。小琴，琴琴，叫你小琴還是琴琴？我覺得叫琴琴好聽誒。琴琴好聽。是的。因為5個5嘅手法好專業㗎，傾偈各方面嘅話題都可以打開。如果各位中意互動嘅話，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按摩區域個別房都有落地玻璃㗎，環境方面大家畫面可以睇到係好新淨嘅。另外好耐都冇採過耳啦，採完呢邊嘅房又更加靚仔喎。牆體有咗藝術漆，有單人間同埋多人間。你好，我是988。988。你是哪裡的？河南。河南。是不是你們採耳的聲音都那麼好聽？對呀。去採耳的時候，那種聲音在耳邊特別舒服。對呀。我們這個是
采耳的话会有什么项目啊？除了采耳，按头、按肩、按手、修手、美容洗脸都有。美人洗脸。哦，那整个时长都有多久？采耳是30分钟，其他都是45分钟。你們這裡會推肩嗎？就係用油推那個肩膀。有，我們有香薰肩頸這個項目。奇玉係喺舊年新開嘅，環境裝修各方面比較新淨，離羅湖口岸都好近，受唔少香港人嘅歡迎，係好適合放假過嚟唞下氣啊過夜嘅。